但係最近大國開始將經濟一體化當成武器侮辱，關稅變成籌碼，金融基建變成威逼，供應鏈變成可以被利用嘅弱點。當規則再保護唔到你，你就要自己保護自己。我哋積極面對現實世界，唔會淨係等一個我哋理想中嘅世界出現。如果中等強國只係批評一邊嘅經濟威嚇，但另一邊就唔出聲，其實都只係繼續掛住塊招牌嘅窗口度。朋友們，係時候讓企業同埋國家設落佢哋嘅標語啦。幾十年嚟，好似每日都有人提醒我哋，依家係大國競爭嘅時代，所謂規則為本嘅秩序逐漸消失，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就只能夠任人魚肉。而修昔底德呢句格言就被當成係無可避免，好似國際關係嘅自然邏輯再次浮現咗。面對呢種強勢嘅邏輯，世界上好多唔同嘅國家往往都傾向於採取順應、遷就，甚至係主動配合嘅態度，盡量去避免產生任何唔必要嘅麻煩，一心希望只要表現得聽聽話話，就可以換取到一份短暫嘅安全感。但事實唔會係咁，咁我哋有咩選擇？1978年，捷克異見人士哈維爾之後做咗總統，寫咗篇文章叫《無權者嘅力量》。佢喺入邊問咗一個簡單問題：共產主義體制點樣可以維持落去？佢嘅答案係由一個賣菜佬開始講起。每日朝早，呢個店主都會喺自己鋪頭窗貼張標語：全世界工人聯合起嚟。其實佢根本唔信呢句說話。其實啲人信，但佢都係會貼，為咗避免麻煩，表示自己配合，想同大家相安無事。因為每條街上邊每個店主都冇做，個體制就可以繼續存在落去。哈維爾稱之為生活喺謊言之中。該體系嘅力量並非源於其真理，而係源於每個人都願意假裝佢係真理，而佢嘅脆弱性亦都源於同一根源。當哪怕只有一個人停止表演，當菜販撤攞佢嘅招牌嘅時候，幻象就開始瓦解。朋友們，係時候讓企業同埋國家設落佢哋嘅標語啦。幾十年嚟，好似加拿大咁樣嘅國家，喺我哋稱之為基於規則嘅國際秩序下繁榮發展。我哋加入咗其嘅機構，讚揚佢嘅原則，亦都受惠於佢哋可預測性。正因如此，我哋可以喺佢哋嘅保護下推行以價值為本嘅外交政策。我哋都知道，所謂國際規則為本秩序嘅故事，其實有部分係唔真。最強嗰啲人冇方便嘅時候會為自己開脫。貿易規則都係有系統嘅執行，但係唔對稱嘅執行。我哋都知道，國際法嘅執行力度會因應被告或者受害者嘅身份而有所不同。呢種虛構係有用嘅，尤其是美國嘅霸權有助於提供公共產品、開放嘅海上航道、穩定嘅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以及對解決爭端框架嘅支持。於是我哋就將個牌子放喺咗窗戶裏邊，我哋參與咗。喺儀式中，我哋基本上避免指出言辭與現實之間嘅差距。呢種交易方式已經行唔通啦。讓我直言不諱，我哋正係處於斷裂期，而唔係過渡期。過去20年，金融、健康、能源同地緣政治一連串危機已經赤裸裸咁揭示咗極端全球一體化嘅風險。但係最近，大國開始將經濟一體化當成武器侮辱，關稅變成籌碼，金融基建變成威逼，供應鏈變成可以被利用嘅弱點。當全球一體化嘅進程變成你遭受重重壓制嘅來源，你就唔可以再生活喺互利共贏嘅虛假謊言之下。
中等強國一直依賴嘅多邊機構、世貿組織、聯合國、氣候峰會，成個集體解決問題嘅架構都受到威脅。結果唔少國家都得出同一個結論，佢哋必須喺能源、糧食、關鍵礦產、金融同供應鏈方面發展更大嘅戰略自主權。呢種反應都好容易理解。一個國家如果連自己都養唔起，佢能源、佢能力自保，選擇真係唔多。當規則再保護唔到你，你就要自己保護自己。但我哋要清楚睇到，咁樣落去會去到邊？一個堡壘林立嘅世界，只會更加貧窮、更脆弱，同埋更難持續發展。仲有一個事實，如果大國連表面都唔裝，為咗自己權力同利益可以無限制嘅追求，佢靠交易得嚟嘅好處就會越嚟越難複製。霸權國家唔可以不斷將佢哋嘅關係變現，盟友會分散風險，以防唔確定性。佢哋會買保險，增加選擇，佢重建主權。主權以前係建立嘅規則之上，但而家會越嚟越多係靠抵抗壓力嘅能力嘅鞏固。在座各位都知道，呢啲就係典型嘅風險管理。風險管理係要付出代價，但戰略自主同主權嘅成本都可以一齊分擔。集體投資同韌性建設比起每個人自己起堡壘，成本低好多。共同標準可以減少分裂，互補性係正和遊戲。對於加拿大呢啲中等強國嚟講，問題唔係要唔要適應新現實，而係我哋一定要適應。問題係我哋係淨係起更高嘅圍牆，定係可以做嘅更有野心嚟嘅？其實加拿大係最早聽到警號嘅國家之一，令我哋作出根本性嘅轉變，我哋嘅戰略立場。加拿大人知道以前嗰啲安逸嘅假設，覺得我哋嘅地理位置同盟友身份自然就帶嚟繁榮同安全呢個假設，而家已經唔成立。我哋新嘅做法係建立咗芬蘭總統 Alexander Stubb 所講嘅價值為本嘅現實主義之上，或者換句話講，我哋目標係堅持原則之餘都要務實。我哋堅持原則，承諾基本價值包括主權、領土完整，除非符合聯合國憲章，否則禁止使用武力，同埋尊重人權。同時我哋都好務實，明白到進步好多時都係逐步嘅，利益會有分歧，唔係每個夥伴都會同我哋完全一樣嘅價值觀。所以我哋會用開放嘅眼光，廣泛同有策略咁參與世界。我哋積極面對現實世界，唔會淨係等一個我哋理想中嘅世界出現。我哋會調整同各方嘅關係，令到關係深度反映我哋嘅價值觀。同時我哋優先進行廣泛接觸，去最大化我哋嘅影響力。考慮到而家世界咁多變，帶嚟嘅風險同未來嘅重要性，而家我哋唔再淨係靠我哋嘅價值觀有幾堅強，仲要喺我哋帶嚟嘅價值，我哋嘅本土都不斷建立呢一份實力。自從我哋政府上任以嚟，我哋減咗入息稅、資本增值稅同埋商業投資稅，我哋已經移除咗所有聯邦層面阻礙省與省之間貿易嘅障礙。我哋正加快推動1萬億美元嘅投資，涵蓋能源、人工智能、關鍵礦產、新貿易走廊等等。到今個10年尾，我哋會將國防開支加倍，而且會以推動本地產業發展嘅方式去做。同時我哋喺海外都迅速多元化發展。我哋同歐盟達成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包括加入 SAFE 同歐洲防務採購安排。我哋喺6個月內喺4大洲簽咗12份其他貿易同安全協議。過去幾日，我哋同中國同卡塔爾都簽咗新嘅戰略夥伴關係。我哋而家正同印度、東盟、泰國、菲律賓同南方共同市場談緊自由貿易協定。我哋仲做緊另一樣嘢，為咗幫手解決全球問題，我哋採取多元組合策略。換句話講，針對唔同議題，根據共同價值同利益，
組成唔同嘅聯盟。所以喺烏克蘭問題上，我哋係自願聯盟嘅核心成員之一，亦都係按人均計算最大嘅防衛同安全貢獻者之一。喺北極主權方面，我哋堅定支持格陵蘭同丹麥，完全支持佢哋有權決定格陵蘭未來。我哋對北約第5條嘅承諾堅定不移，所以我哋同北約盟友合作，包括北歐波羅的海之門，進一步加強聯盟北面同西面嘅防線，包括加拿大前所未有嘅投資，超視距雷達、潛艇、飛機，仲有地面部隊同冰上部隊。加拿大堅決反對針對格陵蘭嘅關稅，並呼籲進行有針對性嘅會談，以實現我哋喺北極安全同繁榮方面共同嘅目標。喺多邊貿易方面，我哋積極推動建立一座連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同歐盟之間嘅橋梁，咁樣可以創造一個有15億人口嘅新貿易集團。至於關鍵礦產，我哋喺 G7 內部組成買家俱樂部，等全世界可以多元化供應來源，遠離供應高度集中嘅地方。至於人工智能，我哋同志同道合嘅民主國家合作，確保最終唔會被逼喺霸權同超大規模科技公司之間作出選擇。呢啲唔係天真嘅多邊主義，亦都唔係靠佢哋嘅機構，而係逐個議題同有共同立場嘅夥伴組成有效嘅聯盟，一齊行動。有時呢啲夥伴會包括絕大多數國家，佢做其實係喺貿易、投資、文化等方面建立一個密集嘅聯繫網絡，等我哋將來面對挑戰同埋機遇時可以加以利用。我認為中等強國一定要一齊行動，因為如果我哋唔喺台上，就會變成台上嘅菜。但係我都想講，大國而家仲負擔得起單打獨鬥，佢哋有市場規模，有軍事實力，有籌碼去定規矩。中等強國就冇呢啲優勢，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同霸權國家單對單談判，其實係由弱勢出發。我哋只可以接受人哋俾咩就冇咩，我哋仲要互相競爭，係邊個最遷就對方？呢啲唔係真正嘅主權，只係做緊主權咁樣。喺大國角力嘅世界，中間嘅國家有選擇，可以互相爭寵，或者一齊合作，創造第3條有影響力嘅路。我哋唔應該因為硬實力抬頭，就忽略咗合法性、誠信同規則嘅力量。如果我哋一齊用，呢啲力量依然好強大。講到呢度，我又想返去講哈維爾，佢中等強國要點樣先算係活出真理？第一就係要講出現實。唔好再成日講咩以規則為本嘅國際秩序，好似佢仲係冇運作咁。有咩就講咩。其實而家只係一個大國角力越嚟越激烈嘅系統，最有權力嗰啲國家用經濟融合咁做威脅，追求自己利益，即係要做事一視同仁，對盟友同對手都用同一套標準。如果中等強國只係批評一邊嘅經濟威嚇，但另一邊就唔出聲，其實都只係繼續掛住塊招牌嘅窗口度，即係要實踐我哋聲稱相信佢哋。唔好再等舊有秩序復原，而係要建立咗真係可以運作嘅機構同協議，同時要減少人哋可以用嚟威脅我哋嘅籌碼，就係要建立一個強勁嘅本地經濟。呢樣嘢應該係每個政府即時要做嘅首要任務。而國際上多元化唔單止係經濟上嘅審慎，更加係誠實外交政策嘅物質基礎。因為國家要減少自己被報復嘅脆弱性，先至有資格堅持原則立場。所以加拿大有全世界都想要乜嘢？我哋係能源超級大國，我哋擁有大量重要礦產資源，我哋有全球最受過教育嘅人口。我哋嘅退休基金係世界上最大同最有經驗嘅投資者之一，
換句話講，我哋有資本、有人才，我哋仲有一個財政實力強大、可以果斷行動嘅政府，而且我哋擁有好多其他國家都向往嘅價值觀。加拿大係一個多元共融而且運作良好嘅社會，我哋嘅公共空間好嘈、好多元而且好自由。加拿大人依然堅持可持續發展。喺一個充滿不確定嘅世界入邊，我哋係一個穩定可靠嘅夥伴，一個着重長遠關係同建立信任嘅夥伴。而且我哋仲有其他優勢，我哋清楚知道發生緊咩事，亦有決心作出相應行動。呢個需要我哋誠實面對現實世界。我哋要將嗰個窗戶上嘅牌子取得嚟。我哋知道舊秩序唔會返嚟啦，我哋唔應該為此哀悼。懷舊唔係一種策略，但係我哋相信從呢次分裂中，我哋可以建立更大、更好、更強大、更公正嘅嘢。呢個係中等強國嘅任務。喺如今呢個堡壘林立嘅世界裏面，呢啲國家損失最大，而真正合作能帶嚟最大嘅收益。強者有嘅佢嘅權力，但我哋都有咁嘅，就係唔再自欺欺人嘅能力，去直面現實，佢自己國內壯大實力，仲要一齊行動。呢個就係加拿大嘅路。我哋公開而自信，佢哋喺呢條路，亦都歡迎任何願意同我哋一齊行嘅國家加入。多謝大家。